的这个学校是后礼拜2月11要来开学，就今一个开学，学生的相男相透，疫情莫控制，所以教育部来宣布，高中以下学校延到2月25才来开学。另外，家长若要照顾12岁以下的囡仔，安尼2月11到24这段期间，家长其中一个人上久会当请14天的防疫照顾假，头家就爱准哦。也毋过是毋是要发薪水，就看公司的规定。但是有家长真怨气哦，讲这根本就是看会到，食袂到。嘛有家长讲这个政策伤过猖狂了，这个配套拢做无好。入门前体温爱量，双手爱去消毒，搁少挂嘴安，认真地学。也毋这毋是学校，是补习班。教育部定出高中以下延后开学，劳动部也同步实施防疫照顾假。因为大人若无请假，囡仔拢是送去补习班。我老实讲，我是单亲，我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我2个小孩子，我必须亲自接送。今天收入我们中断，支出是不会中断，小孩子每天还是要吃要用。配合政府的政策，真的老师有提出来，我们还是要让准假，人事上就要重新的调整一下。依照劳动部最新的规定，防疫的照顾假家长上济会使请14天，雇主袂使当作是控制，袂使强迫伊请事假，袂使扣全勤奖金，嘛袂使用这个理由加私头路，违反会使处2万到100万。请假期间不一定爱算薪水，不过家长团体批评讲配套无完善，公司力不同调的问题，然后这个亲子同步的问题，然后家长在防疫假这件事情上面，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他要的那个目的？防疫照顾假虽然讲是政府的好意，不过伫私人的企业，什么人敢请遮济假，惊影响到考证，这个问题嘛有真侪家长咧伤脑筋。